梵蒂岡宣布佢哋將革除中國呢個星期任命嘅一名冇得到羅馬教宗批准嘅主教教職，加劇咗羅馬天主教同北京之間嘅緊張關係。羅馬天主教廷星期六譴責中國官方認可嘅天主教會唔顧梵蒂岡反對及警告，封黃炳章擔任汕頭教區主教。羅馬教廷曾經警告話佢哋唔會承認黃炳章，因為梵蒂岡喺汕頭已經有主教。羅馬教廷話，中國政府委任嘅主教無權管理廣東省南部天主教教區嘅天主教徒。中國目前嘅570萬天主教教徒當中，有部分效忠教宗本篤十六世，有部分係中國共產黨政府認可嘅教會成員。梵蒂岡表示，北京唔理部分梵蒂岡正式任命嘅主教意願，強迫佢哋參加星期四黃炳章嘅祝聖儀式。羅馬教廷仲對主教試圖抵制嘅做法表示讚賞。羅馬教會讚揚佢哋嘅抵制係為咗尊崇天主嘅美德。隨住黃炳章成為第3個冇得到羅馬教廷認可嘅主教，梵蒂岡同北京嘅緊張關係最近幾個月以嚟不斷加劇。教宗本篤十六世指責中國政府向中國嘅主教施加壓力，迫使佢哋脫離羅馬教廷。梵蒂岡堅持認為佢哋有權為中國嘅主教祝聖，但係中國共產黨政府將佢視之為外國干涉。自從中國共產黨執政2年之後嘅1951年以嚟，梵蒂岡同北京一直冇正式嘅外交關係。梵蒂岡表示願意同中國就建立外交關係展開對話，但係中國就話梵蒂岡必須要首先放棄承認台灣。中國認為分治嘅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